記，予我甲冷記記，我的心已經墜落萬古深淵，想起過去的你的語言，一句一字藏在心邊，如今變成一夜一夜的斷腸詩。是人就已經寫，愛着你是咱命中注定，離開你是咱前世命，只有在夢中，咱才有緣擱來作伴。愛着你是咱命中注定，離開你是咱前世命，今生唱的歌是對頂世人就已經寫，愛着你是咱命中注定，離開你是咱前世命，只有在夢中，咱才有緣擱來作伴。只有在夢中，咱才有緣擱來作伴。謝謝不耐。好，馬上請雅文老師為我們做講評。不耐，老師好，你真的太棒了，你這首歌的咬字咬得太好了，謝謝老師，非常的字正腔圓的台語哦。謝謝老師。所以呢，你是真的很認真的為了這個舞台，然後學了這首歌。然後你知道嗎？你本人看你這樣子，我覺得你好漂亮。然後呢，結果你唱歌的時候，我覺得你好帥哦。謝謝老師。你唱這首歌很 man 呢，真的，你展現的太棒了，而且這首歌你唱的太好了。你唱得就好哎，尤其是開口，因為你們的歌聲是非常的9拐18彎的，這樣子繞，然後就是天籟，你想怎麼轉都是那麼的自然的大自然的聲音，但是都有台語，又真濟美感。所以這樣美感呢，你在框裡面，你卻還能展現你大自然的聲音，我覺得這個很不簡單。所以我覺得你這首歌唱得非常棒，哇，好愛你哦！趕快出專輯，謝謝老師，真的可以出專輯，出多一點。我覺得就是有一個很神奇的魅力，其實我相信大家剛剛在聽的時候，其實都有感受到，他就是很快的可以抓住人。然後你剛剛在聽他在台上表演的時候，其實會不止他一開始抓住你哦，你會慢慢的就是進入他的世界，然後你像刚剛我在聽哦，有很多細節，你雖然知道他是台語歌，可是他還是會流露出一點普內自己的味道，就是少少的，那表示他真的控制得很細膩，就是他也不會讓你覺得太多，然後或者有時候太多其實會讓你出戲，所以其實他把他我不知道是他刻意拿捏的，還是他就是对處理歌有天生的一個很特別的敏感度哦，我非常非常的享受，謝謝。